人当然就是这个搞，各种各样的，因为咱会什么电视啊，还有呢对标经历是对比造成多边企业的除非咱个人的这个参与。当然，若要讲到若做的新车价的，即像咧讲一切，咱的感受另外是不足。所以呢，这是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对于了大环境的这个感受问题。当然呢，咱这么做像咧摆头讲，甚至过去真正嘛，咱特别学生。钢琴、学琴、钢琴，经典的意义来讲，体会清钢琴、体会清钢琴，其实伫真理上学之前呢，无叫甲唔对，嘛无好甲歹，因为过去真正来咱自比真理有分做了初学、微言妙，所以若真正是感受的过程中。咱个人家己嘛了解，是错，是实，是贤，是命，其实咱家己拢自知啦。所以呢，伫这个过程呢，无非来讲，鼓励咱大家多用心，多体会，安尼才会当讲伫咱这个过程中，真正达到咱个人自我的形象。体现，无非是安尼。所以伫这段呢，当然呢，咱个人的感受呢，这不便利了，错误加对的这个过程啦，只是讲呢，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呢较踊跃起来做一番，大家做一番这个检讨。当然呢，因为若要甲讲呢，严谨也必定相对接受，不论后壁这实在，其实后壁这实也就是一种，确实是一种咱画像的实际，因为伫用无甲做用无，来做了有这种，若要甲讲是咱修养学着者。咱所有了这种着相，而且有这种的经营造成。所以伫这当中呢，咱拢知影讲这段后边呢，应该讲无介绍，因为呢，有方面这段呢，这个是伊的最上尾的一段。若要甲讲下，对于这文字的含义。可能咱大家拢有所了解，但是重点是希望讲咱大家会当伫这个文字上，而体会到咱修行学道，咱的心所领养到的、所接触到的是什么？而做一番，咱大家做一番的这个清楚。所以这阵呢，互我因为时间呢相信差不多做咧10点了。其实若要甲讲起呢，这阵呢用来讲含义，实在是了解咱发咱心的接触着相而已。所以呢，咱会当伫这个方面做一番的探讨都有经以5轮上师疑问，5轮有疑了，灵传得思想，对定心不起，菩提疑了。此文字发此地未明心地，若依文字是加属法，因是一奇怪，非灵不知了，不断的思想，对境心所起，菩提所梦想。伫这一段呢，无非拄则我大家报告说，若果遇到了无
就讲落去了真正这个经常呢，就讲依着了本体而呢来破除了一切执着的作用。因为呢有体无用，就当产生了体的尊贵；那有用而无体，恐惊咱就入了反空。所以因此呢，这依着无呢来发布，合意了一种这个语言点法，随机来点法。所以其实伫咱修行的过程当中，咱拢嘛应该爱去有一种随缘而法、随机应用一种的概念，甲这个思想。因为呢，若无随机、无随缘，任咱智慧外观，咱无法度人发挥着咱本身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讲有一位僧人呢，来记着了某人上师伊过去伫修持的过程中呢，做一番的这个祈语呢，做一句祈语呢，来是咧勉励着了修行学佛者。若要甲讲开呢，某人上师所讲这句的祈语呢，嘛是咧在显示着了伊修行学道好处有一点仔空格甲自在。因为呢，因为伊讲无论有技量，伊有了迄个方法，伊有了迄个技术，甚至是伊的修持上，伊已经到达了有一定的赞处。什么赞处？因为伊会当断除了一切的思想不正的观念。所以伊就是啥？若要甲讲嘛，伊已经落入了断别法。断别法，咱拢知影，因为有断别法，就是讲生一个了断别的心，免来是除伊心中的一切的执着。那安尼，虽然讲我的一切思想观念歹认为就是我有法度去除掉，毋过心中造成一个免别除这物件，这无好的执着。迄种生出来的心，迄嘛叫做啥？迄嘛叫做诚心，迄个嘛叫做小，迄个嘛叫做小。所以呢，迄种呢，迄个叫做断别法。所以若落到断别法，就一定落到反空。有生了断别法，就一定落到反空。所以呢。即讲的灵感跟思想对境心不起，所以一切如果没有外来一切境物，伊拢计划是到伊一个就行了。所以讲对境心不起，毋是计划到伊的心。虽然伊拢无想，甚至伊看了看做无，但是有的完全就是不。你袂使将世间有诶物件，你甲当做无，若安尼做迄种迄叫做完空。所以断别法，将规尾就是做到完空诶境界。那完空呢，毋是真空，完空毋是真空，完空并毋是到本体。所以呢，伊才讲有技量，所以是一种心所生出来的。说法，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呢，比如讲，伊对外缘一切的景象呢，心不染住，安就断除在外。所以呢，安尼呢，菩提自性呢，日日有所增长，会当呢达到呢悠久天法。其实菩提自性本自具足，你搁甲打有伊也袂较重，你搁甲念开伊嘛袂较短。安尼好来成长，咱大家过去拢有听，拢了解啊。菩提自性，咱的自性本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安尼你来成长。
所以会成长的并不是咱所谓的成长的囡仔，叫做智慧。那智慧是啥？智慧是落地了作用，才需要智慧。若无落地作用，无需要智慧。因为本来智慧就是因自性当中本体所生发出来作用，迄才叫做智慧。而如果咱若有本体有作用如不动的话，那安尼智慧嘛落地了，无人无强。所以为什么咱一直讲若要助人、要救人，咱爱用方法。如果咱实用嘛对，迄叫做智慧。若用唔对，就是智慧啊！我记一个，今仔日咱要来助人，要来宣传啦。那因是呢，受着了真多亲讲一寡对咱修学的有所影响。或者是讲，好啦，你这大了时候，你就同我来创啥货？你真正好需要迄个分析，传去创啥货？若安尼，迄敢是智慧。所以修行学道，咱一定爱坚持咱的原则，迄个迄叫做本体。而咱所用一切的法，迄叫做心法。所以心法是万法由心生，大家拢知。所以万法由心生的，由咱的生所显出来一切的方法，叫做心法。今仔日咱过去，咱大家拢知讲祖师传祖师，祖师传弟子，我是师传弟子，所传的嘛是一佛，嘛是佛法，嘛是心法。其实所传的是心法，是佛法都唔对。如果自心当中内心世界人去体悟，唔去开悟，虽传的是心法，嘛唔是心法。虽然是传心法。若唔去体会，唔去开悟见证，唔去真正实践的话，嘛是心法。这是以前来讲，但是再是为什么爱这个心法？是因为咱已经修到讲完过满，已经开悟啊，才当正法。亲像六祖这第五祖的心法，是不是六祖已经开悟？无开悟，无可能有这心法。过去先修学就是一定爱达到开悟，才会当正法。今仔是先得正法，而后者以实践行持来正法，而达到那个正果。所以是咱所说的是心法是佛法，过咱若无真正对内心世界真正去体会、去开悟、去实践，虽然咱所说的心法伊有关系，无法度实践。所以呢，有这我才能讲呢，所有得道是有所得，违法众生是得道，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菩提是中，这一定就是了有。所以简单看，五轮有比了，这个有一定给咱讲一下。所以六祖听到了这个经典呢，讲到了五轮这句题目了后，六祖才讲呢，出自理明心识。无法度去了解内心世界，就是讲无法度去真正去了解自己个人的心，无法度明心。那未当明心就无法度见性。所以六祖才讲，若以理行事，若真正有亲像五轮所讲的安尼，了了心是一种的啥？受法是法。所以这个法叫啥？叫做执着，迄叫做执，系法叫做执。执伫这修持呢，那安尼无法度让真正超脱真实，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呢，六祖呢，因为呢，听到这个经典所讲安尼了后，也依着了另外一句句呢，而来破除了我们这个。这句的这个题，就是亲受过去先受所讲，一句是句。那因呢，因亲受在所讲一句是句而无法度见证，所以六祖才依着了一句是句，而来真正讲了一句真正是了见证的句。
的事务，所以就新闻拄则咱中央部长来讲，新秀大师所讲迄句了，就是因为新秀大师有讲迄句支付了后，才去担当着了6股的智慧，而去做了一句建设的支付出来，拄啊像是这句同款，就是因为无论伊这句支付呢，无法度人明着了真地，所以才担当着6股的智慧，而来做后壁这句支付，而来做了我们上主的相，所以才讲慧能入智了，慧能入智了，不断结思想，其实思想还袂断，思想是因为咱无心去下良心。是以咱内心世界咱的色情，咱的思想观念不正所产生出来。其实咱若无用咱的色心用事，咱若无有邪思妄想，咱若无生自然就无物件，科技就一端，咱就袂起啊，咱就袂生啊，科技就一变咧。所以呢，伊种不断嘅思想。对境心所起，有影有，原来真境本来就有啊，袂使就阮讲甲讲无，有就是有，只是因为咱的心袂使去染著，咱的心袂使去执着，安尼而已。所以咱咧用，若是像我前礼拜有头先讲，头先做过一句的，触之不染。就讲咱咧用，咱袂使去染著，用是毋不不安尼。所以呢，这方面对境心所起有影有，免啊对境心所起，因为外来兄弟姊妹，外口的兄弟姊妹，总侪兄弟姊妹还袂得救。咱所以咱的心爱啥？爱起什么心？起自利心。起自利心咧干嘛？何况兄弟姊妹？对境心所起，其实咱来目标，咱的心爱起无爱起什么心？起好心。其他你兄弟姊妹有无？咱爱起什么心？起响应地中的心，何况的心？这是啥？这是对境心所起，这袂使叫起除掉。咱若头先讲起除掉，是毋是就是我看？所以对境心所起，所谓有这个心所起的啥？就是好的心、慈悲的心、喜舍的心，甚至呢，切问之心。因为咱拢知影，咱自性当中本着具足了五常之德，所以呢，对境心所起，菩提这么重。所以虽然咱起了迄个心念，虽然咱心念起行为上来讲，毋过咱无落离了执着，咱无落离了染著。所以菩提自性，虽然咱做好的，毋过善心。善行、善良，虽然咱有起，咱有做，毋过咱嘛爱到做完就爱破除掉，袂使执着掉。所以对咱自性拢无影响。因为迄就是咱自性当中本体所生发出来作的一种作用，但是咱无这作用袂使。对兄弟姊妹要起自利心，要来度化兄弟姊妹，这是通。因为咱的时代人，咱袂使无起这种的好心，要来引导时代，所以这种的心，咱一定爱起。但是呢，这对咱的自性，拢无影响。对咱个人嘛，袂使去直接讲我对阮爸爸偌友好呢，我对阮妈妈偌孝顺呢，我安怎要是一世界啊，对一世人，我甲天天有作用无？无作用。度化兄弟姊妹，咱袂使讲好。我度偌济兄弟姊妹呢，我带人偌济人去求道，带偌济人去听道理呢，什么人我度呢？咱就去执着这个，嘛袂使。所以其实这对菩提自性，对咱，你讲咱去想遐，对咱的事情嘛有帮助。但是咱若去想遐，那叫做执着，就是对自己讲叫想。
那这标就是讲这上，就是必上说法。啊，人咧对咱修行学道是一种足大的障碍。啊，若无可能较紧，若无遐是因为人多无人搞继承传，那安尼免咯，咱唔歹修啊。所以呢，这是啥？这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呢，是这段呢，若做者真正依着了无执、无染、无助，而真正来破除了我这句题目。所以伊无来破除。所以呢，修行学道就是一定爱达到，若做后壁所讲，对境爱心所起，而不染著。不执着，才会造成咱修行学道的障碍，才会造成咱修行学道的障碍。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当然呢，这一段呢，无三四站呢，重点就是了，破除了咱内心当中的执着、污染，所以呢，以无来破除。当然，莫非嘛是伫咧鼓励着咱修行学道的兄弟姊妹，会当真正进入到咱内心世界真心修持的这个作用，而依着咱的本体生发出咱智慧的作用。所以这是这段我们简单甲咱报告到这，时间也已经到，当然呢。是咱后一个看，我看呢，伊就是大细细啊，咱又较济个，当然来当讲较长较济个，无后尾就变做大个偌少。恁每年拢回来啊？这意外来，美女各一摆啊！江民政组长啊，有呀，直接摆，今天你做上班无？伊无上班了吼？好来，安尼就必须，转到这里但是先生，个少这年都有够好。身体都无来，身体无来，拿到拿来看吼，他第一年。除非先生给那个签单，以后嘛，但是后来找到对，所以找袂起，除非是再来联络是。后来，帮助教会用那个些，反正这些人总有教会，你2、3、4、5、6位，这是位啦吼。我到7位，唔是迄个科管去做咯。银行做调查联络是吼，你敢若听吼，这个无来尔吼，是安怎才无来？他是计划的，人家在咧计划的，因为咧。大众，安尼后面咧把这个跟手机个联络7位，咱有上班呀，规里面联络的在刚才，手机里面联络2位，2万人联络1位、2位、3位、4位，3位联络。咱手机是上面那种咱手机是有重要的那边的话，咱用过叫咱用过来手机的。那就这个那个咱们来注意了咱手机这版咱手机呢是这样把这个来这里测试。这拜我可能无时间，所以呢，那学校哪有来就来说来咱接着他建议这个是有时间，学校会加作弊，
我还能做多少？倒数计时。这里有几个前奏，弓到弓，第班上将领班都有前到弓，再弓，三弓，这里弓，这里个弓，弓到弓，再弓，三弓，这里弓，这里弓，一起加。前到弓，再弓，三弓，直线连弓，弓到弓，再弓，三弓，直线连弓。哪个小天使班？